出可爱，用真拍拼才应该。到底为着啥代，我所过命到天涯。我藏心内，全然无人通了解。人生路上，难免有阻碍，唔通为着失败心悲哀。应该着提出勇气，受尽打击也着忍耐，像无人管跳出苦海，用真打拼才应该。人生路上，难免有阻碍，唔通为着失败心悲哀。应该着提出勇气，受尽打击也着忍耐，像无人管跳出苦海，用真打拼才应。